來繼續進段消息，來看國民黨彰化縣長的選情，讓因的黨主席鄭麗文列為艱難的選區。但是議長謝展麟對這個選情是相當的樂觀，伊認為這個魏平靜真有機會會當來當選。也不過伊點名着縣長王惠美輔選的力頭無夠，唔知咧顧慮啥。那王惠美敢若回應講，感謝關心。國民黨彰化縣長的選情，讓黨主席鄭麗文列為是艱困的選區。彰化縣議長謝展麟就廣播節目專訪，說有不同的看法，顛倒認為魏平靜的勝率真懸。未表態的支持度其實是蠻高的。王惠美再快點加入這個整個輔選團隊的話，那整個就是那個勝率是非常非常高的，因為王縣長的支持度其實是蠻高的。謝展麟講彰化縣長王惠美是上重要的輔選角色。呼籲伊緊加入輔選的團隊，就還沒有力道，還沒那麼強勁啊。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在顧慮什麼，那總是有他自己的思考嘛。其實都很有機會啦，只是說大家要放下過去。說縣長這個輔選不利啊，好像就是說有所顧慮。洪講是輔選無夠力，王惠美敢若講多謝關心。彰化有民進黨陳素決、國民黨魏平靜加拖動參選的區建富小姐要選縣長。謝展麟講，因為力贏混戰，即馬就看王惠美當時要出來輔選，認為魏平靜也是有機會變出頭。覺得念大學有用嗎？有，因為現在工作都需要大學的學歷。是講謝展麟真正問高中生讀大學敢有路用，也引發着討論。後面將甲考試講都愛搞出事，唔才有路用。裡面有這樣開玩笑，但是這個不是這個整個的重點，你知道嗎？重點就是說，你覺得什麼東西是有用的？面對批評，謝展麟無扣佇心肝內。年底選舉，彰化縣那縣長的選情緊張，地方議長的討論度也未少。